马祖是无辜的，拢是人的问题。新港洪天宫开台马祖当咧料警，调帮又去检举讲，因拢无挂喙安，连带头的人拢唔挂，要求因就要取消活动。洪天宫今日表示讲，行程行煞了后，就会到这先切拜。嘉义新港洪天宫为马祖自代400周年，5月7日正式举办7天6暝的西景活动。沿路暗算要经过5个乡镇，但是有网友伫庙方的电视顶面发现。 参加西景的信众，阁有人无挂喙安，要求新港洪天宫取消西景活动。一定爱挂，迄无挂袂使啦，对无？大家拢爱顾家己的身体啦。你政府吼，要顾咱安尼遮尔啊看吼，是无可能啦。觉得1年没有拜也没有关系的。虽然大家都对。 马祖婆哈，就是不管是奉天宫还是镇南宫都一样，他们大家都很虔诚啊。可是真的疫情哈，真的很严重。新港洪天宫解说，前2天公布疫情警戒标准到第2日，因嘛已经取消原本26号举办的5000人西景活动，敢若存在地桥板顶头西景团队，而且人数控制伫咧500人以下，嘛要求全民挂喙安，做好防疫措施。桥无更入去内底就重点啦。 无入标就对啦。无入标啦，过来吼，咱的光桥诶，本来光桥拢边养100-200个有无吼？即马嘛剩5、6个、7、8个只啊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啦。所以说应该也是上级他们说可以停止的话就停止。洪天宫表示讲，进前有一寡信众无挂喙安来参加活动，因拢有甲因口劝，嘛有要求桥板顶头爱做好防疫措施。 配合疫情目前的情况，13号下晡5点的行程结束了后，嘛决定要取消线路的行程，配合防疫的措施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